小腦係維持人體平衡嘅主要器官，當人失去平衡，就一定係小腦問題。你好，聽講你之前做過開腦手術。係啊，細個行路就會棘下，行路唔穩容易跌倒，之後經西醫診斷係因為小腦下垂導致，所以20歲左右就做咗開腦手術。呢個問題對你生活上有啲咩影響？因為行路唔穩，容易跌倒，冇辦法拎重嘢，限制咗我工作上嘅選擇。做完手術後，你以為從此一了百了？手術後遺症，行路依然不穩，右手長期麻痹。患者嘅情況咧，就係佢個手術疤痕咧，我哋必須要鬆解咗先嘅，因為佢個手術疤痕咧會固定咗佢個頭部咧喺一個旋鈕錯位嘅位置，佢就會產生一個旋鈕力咧，佢會沿住個頸椎、脊椎一路向下傳遞，咁就會傳遞到佢到個盤骨同埋去到佢隻腳嘅位置，咁就會令到佢咧兩隻腳咧受力不均衡，咁就一定咧就會行路嗰陣時咧就會出現問題㗎啦。咁喺鬆解完佢嗰個手術疤痕之後咧，佢原始最開波引起佢行路唔穩嘅原因咧，佢就會浮現出嚟。佢原始嘅原因咧，就係在於佢盆腔腹部裏邊嘅黏連組織、髖關節裏邊嘅黏連組織同埋佢膝頭哥嘅黏連組織咧，佢限制咗佢肢體嘅活動，咁啊令到佢咧行路咧就出現一種唔穩陣嘅狀況出現啦。